来乡亲啊，咱的镜头为台湾头落去台湾尾，就伫个屏东东港大平湾看海大桥的这个开桥的表演，是观光的一个大焦点。每一届拢会吸引真侪游客到场来欣赏。也毋过昨下晡发生状况咯，这个桥开到一半煞怎卡掉咧？桥面停伫半空中，游客是烧正翕相，原来是线路故障，大约1点钟就修理好势咯。 规座桥升悬起来，毋过煞袂振动，吊伫咧半空中。昨昏下晡4点外，屏东东港的大平湾跨海大桥当咧进行开桥表演的时，桥豆豆啊升起来，到一半煞停掉咧。现场欣赏的民众感觉怪怪，哪会桥无升起哩，嘛无看落来。有民众看到这幕，甲画面翕起来。之前它的桥面是同时上升，同时下降。然后昨天看到的画面是一边翘起来，然后一直下降。过一阵子才发现说，好像是真的坏掉，放不下来，都是另类的特别表演。那开桥变卡桥，大平湾的风景管理处就来说明。经紧急联络厂商，检查之后发现是线路异常，在1个小时内给予排除完毕。 屏东东港大平湾的跨海大桥开桥表演是当地一个重点。大概拜6礼拜下晡4点半登场。平常时就是一般的交通桥，这届因为路线的关系，开桥煞开点外钟。民众嘛笑讲，这嘛是罕咧看到的特别演出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